話一間屋、一棵樹、一個人咧，就可以知道咧你係一個點嘅人。呢一個咧就係美國心理學咧一個好著名嘅屋樹人測試。睇下啲4幅畫，隨便咧揀一張咧你中意嘅，你揀好未咧？記住咧你揀嘅嗰幅畫，揀第一個屋樹人嘅話咧，呢個幅畫咧係一字排開嘅，咁咧即係證明咗咧你個人咧係好唔錯，心理咧亦都好正常，但係咧亦都咧冇乜想象力，可以咧睇得出咧你個人咧會比較刻板，比較容易咧轉牛角尖，同埋咧同人哋咧爭辯是非。不過咧呢種人咧做事咧非常之執着，同埋感情咧非常之專一嘅。揀第二嘅話咧，你最主要嘅問題咧就係出喺呢棵樹上邊向下散落，突出呢啲松葉裏面，代表咧你嘅為人咧處事係好犀利，交叉嘅線條咧代表你容易咧同其他人衝突，你心思咧好細密，做事咧好乾脆利落，帝王之風咧係不外如是嘅。選擇第3幅嘅話咧，睇落去咧好溫馨，但係咧個欄杆同埋咧嗰2道門咧代表咗咧你個戒備心係非常之重，內心咧個安全感咧係好低嘅。你嘅原則咧就好似咧一排欄杆咁樣，原則之外咧你可以好有忍耐力嘅，但係一旦咧突破咗你嗰個欄杆之後咧，你咧就會有好強嘅攻擊力，同對方咧拼個你死我活。揀第4幅畫咧係有太陽嘅，一定咧係一個熱愛生活啦，內心好純真嘅人嚟嘅。窗口打開啦，門亦都打開，說明咧你係好中意咧同人哋咧進行內心坦誠嘅交流。亦都呢棵樹咧生得非常之茂密啦，說明你嘅性格咧係非常果敢同埋自信嘅。拖住手坐呢2個人咧，代表咧你嘅伴侶咧對你嚟講咧係重要過一切。呢個屋樹人測試咧好有意思，我自己咧都畫咗好多，親身咧試過咧非常之準。你可以咧自己去畫，或者咧揾埋你身邊嘅朋友一齊去畫，我就會咧知道咧你係點嘅人。例如啦，我可以咧幫你咧精準咁預測到咧究竟佢中唔中意你，或者咧佢係咪一個物質嘅人，或者咧甚至乎佢內心咧有冇陰暗面。隨便畫咧就可以看透人心。強力咧推薦呢一個咧測驗咧係心理學界咧福爾摩斯30萬用戶咧親身驗證有效嘅畫像讀心術。感謝你嘅收看同埋支持，歡迎咧點讚、收藏同埋分享。如果咧你都想畫呢幅畫咧去了解你嘅潛意識，可以咧留言想要，我會咧 send 條 link 俾你咧做測試。我係 Charis，期待咧見證咧你實現精彩嘅人生。